陈云同志啊，生前曾经把评弹的书目分成3大类，第一类呢是优秀的传统长篇，第2类呢是新改编的传统题材的长篇，那么第3类就是新创作的现代书目。长篇弹词《孟丽君》呢，就是解放后由演员们改编创作的传统书目。陈云同志听了之后啊，称赞它为是改编创作的代表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欣赏苏州潘伯英等创作的评弹，那就是《孟丽君》。为大家表演的是苏州评弹团的袁小良、张丽华以及常熟评弹团的陆建华，请各位欣赏。忠良之后王夫少，因为今日要害你王既要作礼，所以又追他乡等在身上。他既回来了，悲归吃尽，所以小弟得开恩口服上。王夫少一名改姓叫龙在先，凭自家一身好本事，得今日理想，得从对名府上有。王继开心啊，用人之际，凭空不地来自这样一个有本事的龙在先。所以今朝日老乡江山的王继领的吩咐八股到时要军体丰盛，不晓得当日果然老几叫吕贼，就说不离各出苗头。这个武王有来不是别人嘛，是我有家带队王府金的儿子啊。因此个老几了，金地郎想抽罪一本，要置于那王府少死地。哈！哎呀，不可长丑不真人。那么王府少王世王身头呀一道，说头呀一道。太太出台的说尽个账务绩效出来，但我的的确确就是小弟钦为王府少户，我为啥得你也得了外头，回来回去累，家务子也害你家门。一个儿子国就要累块别，为此要抢得忙丽君。见我怀恨在心，我感得酩酊大醉，不要你想砰一碰后，要弄我化为坏人。人娶得了一个妹子叫吕一玉，挺身相拒。他是皇帝不相信，可以拿吕一玉写下修上金体，谁能真相大不公？老几一听蛮好。杀鸡吕一玉，我亲生能呀！大致金楼的老乡，总不记得这个嘎怕得子了水比马牙白，总会帮我要讲闲话。定去，笃定，一直谁吃？哎呀，你答应多了噶？哦，皇帝想话呀，我怕伊没理侬呀，总归吃得了个呀。咁么呢？既然衣裳。不得不发，来修身公之意，修上吕国衣裳，内地万岁有旨，宣刘国义上殿见驾。宣刘国义上殿领旨。吕你做你娘。各种上面送来份哈啥个，跟这些他给祖君打上军的，兄，我王妃岁上，身起礼仪哟，今我王妃不，个皇帝那声音不读上子，做。哎呦，这一空标志啊！对了，让你妈妈喂来的子啊！那还皇帝啊？不上路子喂，那不上路。你也拍马屁嘛？那弄个好个扛了屋里向，为一个不灵个送到宫里向来呢？唉，皇帝呀，当时辰光，哪里到阿条送到宫里，以为小了呀。哦，700年门前的事体，在这些辰光发育啊，分发的嘞。哦，你大可不必。那现在那可比得是花是药。那块身头奶奶，好个，
啊，米麦呢？微微嫩，两只眼睛呢？湿漉漉，不对呢？色切切，嘴巴呢？红蹭蹭，这两根头发呢？黄渣渣，应该头发黄的呢。改个时髦哇！哦，哎，韩国哇，以为至上今天刚刚去年了哇，上金楼的见皇帝呀，皇帝。哎，你也欢喜啦？欢喜个呀！欢喜么？那这眼睛上上嘴巴花花哇，还是那等些压力都来送得来的哇？一言为定，搿桩事体帮帮忙，还有什么？也是觉得金楼地上台阶一着。皇帝要进身体听一听淑女派的3本正经，多他2本正经，这样子1本正经。吕国义是，那得来接里吕国义，你是我个阿姨，皇帝一国之君，一国之君的阿姨经已称叫国义。那么说你告诉我有三两哪个称呼好听的？他听我有三两40岁上，40岁上的阿姨10亿就好10亿了。你口之一笑，成功小女到此，为了何事？神气不知，情非随命。吃豆子鸡的，可以口比啷个小猴子阿认得，受命亲为王府守。一个小鸡一得，你到吕家里也海里，那个阿哥吕快被努力过在之后。小春亭里向带好吕王衣小后上要努力一梦后杀介杀人去的半夜三更来听声相聚方式罢了性命，所以我呢手上金地来当我老老实实讲一讲到底阿云不可桩事体是归从他，你要当心了。这个3个字分量没送下去，今朝呢做事情牙齿把的文灵性啊，那一句闲话出来，有关你到吕家里谁都吕家的声誉。阿东，哎呀，万万了不得！今朝侬西到这路地啦，为是个桩事体啊！本来到此今天啦，不能够东张西望，但是现在眼手杀鬼攻击，只可见王府手神困书包。哎呀，那么难做哎！今朝侬这个闲话哪说法呢？这个法理
在金楼地了，说一句话，王府三马上就死，再次今日何必当成？当时就要用出他去衣冠，反王府公子是一终身之子，我随便那也讲真对，对皇帝起来，刚刚也相似。垃圾袋里毛毛，小菊啊，金楼的啊，不是说过的啊，讲闲话，等我牙齿做做事啊，还是提出走起要那条命。这可就要，爱护就对自家对的，显得你随便上个做得出的呀。今朝我一说真话，性命马上就不保。哎呀！老莫有真，一上去，他将钦定去世代，送君后一入家中都是。在我妈妈言说：“公子啊，对不起啊，我为了屋里向的地位，你还是晓得，他是我一时真情，我的命也不白的呀。”今日的浪下闲话不能够讲，但是死不是样得叫此时无生，生与生。再这样，救命之恩尚未到吧？今朝一怒呢，偷到金楼地浪向出轨漏水，实在是吃无奈。但是今朝呢，无论如何能够说句话讲，否则我心有小春林里向一盆红烧杀，杀鸡只是我一个人。今朝呢，他是说一说句话的时候，非但我也是，你王父母们几十余口谁无杀光，这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余生后生呀，是我目光里看得出来了，肯定的我。晓得呀，阿哥是个曲和王府山，我是个汉人。汉人不帮去帮曲人啊，我会在认个了。那么再说，今朝是海上不是你一个字，也你一个来噻。不，今朝我随便那也讲真话。哎呀，但是讲子真话嘛，也一弄上我跟那弄法你。是以来无以来，终于为来三女君吹。想今朝讲一讲。王府山我性命败了，也要摆进你吕家里的声誉。各位是一条真聪明，不能想出一个两全其美之法。岂知我王妃虽舌头上像个白骨油，眼光在望着你脑口，耳朵拉上，在那些今朝呢，到底难说法，老几难定性。你不记得等我还是提出了海话？王府公子，你是风水的。老几个个一起叫闷声气呀！真叫了金楼的啦，非这个说宝上去长长两记逆光子。离我来两句，我讲得有水平着。有非说，想家兄与王府公子从小同窗，这位孟家贤子生得花容月满，两人为取这一次房，三地之人内密奏出勾分之事。家兄死后十分安慰，
亲非所谓明日再去。可阿姨，既然面孔标致啊，家人聪明，而且直不为高。因为当然光两面啊，就不说个上来谁定心，王府少府三个，的的确确是有话，我阿哥是做出个张第二面孔的事体，但是留下来的闲话，侪是帮你到楼家里讲着。咁哪会得做出个桩事体呢？马丽君实在特别知了，叫爱美之心生，驾驭之，年少气盛，年纪轻嘛。欢喜标致面孔，心里想我是多吃子2杯老醉，昏昏沉沉，吃子了最多子不是样人的呀，所以叫醉居。做点啥个事体你根本才不晓得，等到醉醒之后，懊悔莫及，后悔了。哈来哈去，现在分散是年容后宫，王府上下太平无事。那么说个无想过，哇呀，难人受了吧？哦哟哟，哥哥阿姨越看越欢喜。昨天，西子这张面孔，上来听上来，我只过了一轮，只过了，哦哟，哭浪的拼命呀！晓得个啊？那农分帮那忙，今楼的浪上来家里挪进那哈，看上去回到屋里向是不好，人家家个弄啥哩？听好。你到屋里向过打他的不跟后嘛，我叫你吃不了。对上最哦哟，老姐心里想嘛好，叫后把好。看到这个皇帝欢喜的了海啊，还走起后妈不能动力一根，非要是出个口气子。那么现在的狗金虎嘎啦啦啦啦啦掉起来，哪办法呢？吼么不能吼，要么苍头梁上长点出头气走啊！丑客老鸡，说他不如亲兄长，非帮人家郎，当了军人你真的是真相，替王府上哇来死到错看的嘞！现在皇帝已经得里保险木家扎到子身上，回到屋里向后妈不能动力一根。真正是个，假使不了王府手一个赛，农家人家非要我啊！倘若被他来挂塞，他平日大兵征北方，居为王府军，我一家岂非要遭罪呀？那么还是随着俺吴家，仗义大，事来么用口义，兵来用将当，我绝不
能上王府上王，奴虽因之尚为非如理应能当。七去王妃随老国丈想这王府少王，他乃于抗旨之罪，怎能在金地之上挂帅？哈！哎呦，老国丈，您不听着？哎，搿桩事体今朝乃奴让帮那个忙，搿么趁此机会大家落棚么哈子？你万一各人受不清，那么皇帝面孔上向有点气不动着。老国丈，正在此话者，我讲其罪我王妃随。当人瓜乃不是我故意的圣旨嘛？要我王府君一家老是要统统捉到金人，给了里向关起来。不过呢，有王不有王。那皇帝经我之圣旨，那王府手就应当还要得金人。为啥得了啊？是不得金人？这个分明就是抗旨，他谋蒙君王与抗旨之罪，常一道君要真死臣，不得不是这样的人儿，岂能金地挂帅？雷女去马呀！这个错的不能要背来，对为给我来对王府上妈妈，可样子君在，你这个一归得不够。哎呀，那么不灵！老实搿两句闲话不能讲理唔不道理呀。上去，利用孔夫子闲话搬出来，君要真死，不得不死。表起管理呢，对为是错。一道生气关照，做哪正经，你就要到经理上来。你哪哈的？乃谋君王抗旨有德，非但女婿做不成功，我今朝搿只苦浪头为死不服。啊呀，我了！口问那句。在超市跟前波雷波地，他用君要人死，内为啊，我说不是人不忠神。想当年我父母江上杀的金兵破，老几心怀海中神。金杯里里来猜错，莫须说明家上什么风波，并让民伤身，遗恨秘密到是今日里倘说君王谁一心两家是非乃分清，冲天大智化会神经的风水乃日牛举头围绕神炮衣，冲阵门梁只得不人。星期三日，他随手口上心去听。
王府手非得不你讲，那个何文哈而是非应夸。利用孔夫子的闲话来安慰我，君要真死，不得不死。搿么蛮好，我还用一句名言来回答来，叫义子之母，公子之等。大不如我圣人名义呀，圣人之瑞家，义子之母来公子弟，等杀君王，爱心言是风雨不够恩师弟把月生，信他居基地。神作神经地上下起了雨呀，等抽的今日身，非水啦。昔日里空生何以名真神神语，名义类诗人他说他冯某清要大清神。线上引人最大，让口道声说不道声要伤心灵，非太爹娘天罪名，所以不大声谁是不孝的人，为自知道身上背道人，为了谁有人，谁有人为了要走中人，放当今凄凉沙瓦一片赤字。个问哟，费水，想问冯公子一出于礼，想飞来覆水，乃是愚公。我丢些叫混得也是夸着非得不在我家愚公了，那对个呀，人去的理的，啥子？发达的时候，当时在精神里向我后头浪向啊一刀两头杀他，现在农村上是冤枉的。今朝落得来个兵马大女婿，落得来是个一个副状元，人去的大，我个江山不了了。对，我告诉你，直播里向讲出来，对一行直播一动颜色一秒，哟，这个闲话是越听越有趣，越听越甜。别人家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我是家父看阿姨，越看越欢喜。是我看着你都欢喜，我要把你找到宫中去，每天早晚陪着你，把你都满意。哎呦，我这个头全都不得了呀！那么呢，今朝一定要好好叫封一封，哟，神功死而风水，金地风水，中为天家。事关不早，请听下回。再会，这大家再会。并我临海犀牛是上个世纪60年代根据现实改编的，始终得到陈云同志的支持之关心。因为老先生熟悉平台，掌握平台的规律，所以提出来的意见呢就比较贴切。历史改变现实不能够再课本再课耳播，一定要努力向神法行政结构要重新安排重新调整。另外讲允许小缺点，这也不是摧毁劳动人民，为要做这规制要有出口要有噱头，否则呢就非常的口惨。老先生在临海犀牛里向30样子用增加湖边非常丧失，是这个是符合平台规律的，很好。另外讲这个湖边一上山呢，使得还听着规制就来了。好，我们呢就听听当年与张国良先生创作的临海犀牛的诗为增加湖边，今在与江苏省曲艺头知名的评话演员江永春
王振华在苏州平台头居民评委有王日良3个人，还做演出，请欣赏。英勇部队出英勇，临海仙女显威风，对神当心为虎谁？侦察保障一样自勇。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之消灭土匪入山的，谁怕杨子勇冒充后边当今为虎谁？但是该到入山的队里并不信任，几次三番是头里，再不来杨子勇一一获加了的一个泥头。而且呢，为封立为威后听了地区的金刚上有豆腐。今朝杨子勇吃过中外各位来到木板里向，为了给一匹心爱的宝马，叫打碎欧一亚饮食为了。加上西奇，这一匹宝马自从上了威后山各位呀，马上人一靠近，马上就蹦中出跳。但这样杨子勇一到，轻轻叫海上宝马两记水一拍，马上就服服帖帖。现在杨子勇人打起木板了，宝马听见声音，马裤浪头慢慢叫抬起来，一看，哦哟，自家的东家，这两记拍水的声音听了让特别活跃，因为一拍水马上吃了，所以这个马尼布拼命拉浪摇。那么杨子勇有见我一分钱的金子里忙着马槽里向一倒，宝马，你慢慢的吃。谁那个情况只听见外头的声音，一个小土匪奔到里向，主人，三爷有请。回禀三爷，说我马上就到。是。宝马，三爷叫我去有事，等一会儿我再来。那么杨子勇忍不住身来，我身上像个衣裳里一里，有的像个一把耳石像，经济动爱出个跨骑，别别好，人打出木板，啪啪啪，跳出来4个小土匪，走！哟，干什么？混蛋！是，疯了吗？九爷，对不起，我们是奉了三爷的命令，请您过去。走，是。那么4个小土匪跟着杨子勇一大路往正门进来。杨子勇觉得面对不对，平常你这个第小土匪口见我全部都是服服帖帖，今朝少天人家穷凶酒，为何听了像遇上个事体啊？自家规则自家要多多雷神，你把门前来嘛，打进威后厅，那么这威后厅当样子的呢，受得了越是个高，越是个大，3个我看大的是威后厅。地浪向铺后40张黑用皮台，不是死在牙齿与灯地的在商量，做的是一听通明。为伍家郎想把门夫妻，一米老一米新，这面是对刀上枪谁这棍，这面是步枪机枪同时。当中一幅30画，我个是对比高峰，上头多一只老鹰，一副对里周瑜挂。6块的斗章是斗一名，上一里威震临海为党国，下一里后举犀牛系威风，红木克劳伊当中把一张后背铺得杀了饼，受衰掉个人数受在居中，此人生得那样子，虽然个调子对浪像是秃子，2条撑扎对的眉毛嘛，一对活生的眼睛。主人不小小，2只神爱无知骨绿绿，一捧山羊手到于3时辰，迷雾是2月必胜8里前，孙郎向有色斗志宝志，昂望斗志说得美真。一根金标到于巨人金，一只金标叫2银，七彩的党队2必分，水郎向个一股后福的，此人谁是杀人魔王，叫崔真。比郎相遇不大警告，公公才是太爱落心。不过2必分，加大摩等等，叫手法不等样，叫2副上品。马子熬得紧等等，才是5斤很落劲。是这位刘某个头皮嘛，通通和人等，水里像磨好夫妻啊，势动狼虎7年。为后天郎相现在是牙齿无声，必行。杨子勇口气10个人精。
晓得苗头不难人，自家规则自家要慎查，要正心。三爷，老九奉命来到。九爷，一旁坐了。谢三爷。老吴的两只眼睛盯牢你，实实足足看2分钟不开口。突然之间说对了，九爷你看此人认识吗？晓得这个背身盖里向一看，厉害一个人，对浪像黑皮帽子，身上像是日本兵的普大衣，面孔没等侧黑，长满阿胡子。这面孔晓得了，好像啥地方见过，但一时对浪想不起来。手塞掉了，盯了自家看，要说回答。三爷，这个人我胡彪不认得。背身盖里的人听见你自称胡彪，我怕跳出来。哎，小子，你是谁？我是许旅长身边司马副官胡彪。放你娘的狗屁！这把一拿出来是某三门土匪，这精神文明到底不大高的呀？是了，你是胡彪，哈哈，老子才是胡彪呢！你是胡彪？不可能！实际上，当初我们在楼上当脑头3个辰光，背浪向有个地名叫拉竹台，看见有个土匪骑了马背浪向楼上打，我的队员告诉我，你就是土匪胡彪，当场把我一枪打伤。胡彪已经死着，你那是胡彪？哦。大概是脑袋山上想打出来个土匪没地方去，那么文章为何谁对本来受谁的？这样看起来你还是高啊！你说你是胡彪，好，那你就讲讲这胡彪的来历。讲我讲来了呀，可绝要我们来了呀！可不是个啥人，里头是滴滴呱呱整个胡彪，可不是不对着啊？刚刚你讲啊，胡彪把那杨子勇一枪打脱了，其实当杀子的兄弟叫侯武祥。跟你知道解放军攻打哪里时，胡彪们开心，关照自家兄弟几只许大魔王的笔墨出去看看动人，结果把那杨子勇打脱，你自家我啥子性命都得出来。本来要想起对本莫西塞，不过你这一次1/3个路人嘛，你觉得不对？那么莫西塞水丢人多，我去不好汤好事吃。再是这个路浪向也是危险，办了解放军我性命来吧。鬼子上维护塞路浪向比较恶心。对，大不了来几种3条，不晓得刚刚从3条大理石给大家鱼子个无边子，哎，奇怪，啥你们5个命？那不是一大从3条生活是5边，刚刚后我把带他出来，你如乖个5边当打的嘞，我打你当你这对，那现在来着，谁让我们这？哈哈，背得有点这样啊！是我要问5个来了，哈哈，真的是笑我。干嘛？讲点把侬听听，让从3条给他属于大家的人才好听听的。问我的来历，好，那我老子就讲点给你听听。讲，我最早在张作霖大帅马营长手下当一名骑兵，后来给日本人养马，日本投降后，我就带来那匹马投靠了保安第3旅旅长许大马帮，把那匹马也献给了许旅长，我自己当上了一名司马副官，在蜡烛台养马。那天共军攻打垒头山，我叫我兄弟骑了旅长的那匹马出去瞧瞧动静，不幸被共军打死了。我逃出了垒头山，我就来到了这，投奔了3年，这就是我胡彪的来历。你是真牛逼啊！我当初当上是哥哥，是那个兄弟呀、搿点都分享，这样看起来，今朝我们真搞后边，要让这个为后听了，遇上生死不对。别过分我现在有3大优势：第一，我到山浪向个维修不能做3条，3样宝贝已经取得了那个信任。第二，我到8大金刚已经稳熟，我现在是里头个大红人。第
谁还是这规矩？我对你后边的弟媳托了手，6日之战。对，自家规则自家非要紧。三爷，今天真是闹出笑话来了，出了2个胡标。想当初在奶头山，我没被共军打死，是托了你三爷的鸿福。但是三爷，共军打奶头山的目的下来就是打咱们威虎山，但是打奶头山是1个多月以前的事了，他怎么到现在才来呢？会不会是共军派来的？打奶头山已有1个多月的时间，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啊？结棍啊！那不你背了错的，说出来我你要交不得。是的呀，本来就得本摩西噻，这外资以外，我你要交代过他的。那么我现在发达的讲，首先得要女性啊。那么我打理讲这里啊东西，不过再想遇到的女性，可是挺有压力东西。三爷。我说了，您可别生我的气。我本来是想去投奔马戏山，可是我走了1半，越想越不对。他那人多，却没我什么好处。再说这路上有危险，我再三考虑，还是投奔您三爷。您三爷大人大量，我也好步步登高，所以我就来到了这威虎山，我就晚了几天。三爷，您可千万别信他的话，他假冒我胡彪，居心何在？莫非他是共军？三爷，您相信了他，这10几年的威虎山可就要完在他的手里啦！三爷，明明他是共军，还说我是共军，我对你三爷是赤胆忠心。你要是听信了他的话，你就中了共军的奸计。那个，反眼我一看。对啊，对啊，我是真的，我破的差。对了，我有2句闲话来问问你，看你要回答得出。对，三爷，我有几句话倒想问问他。好，尽管问。谢三爷，小人，我有几句话问问你。问吧，我啥为识得了啥个我问呢？讲，咱们许里长今年多少年纪了？65岁。他有几个女儿？谁不知道他是没有女儿，只有4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啊？许福、许乐、许成、许相，对吗？不容易，白得没说啊。那咱们许夫人叫什么名字？许夫人的名字你还要问吗？她叫江月仙，但是她还有个美号叫蝴蝶迷，你不知道了吧？我哪会不晓得？你倒在讲得这个，看样子你是今朝预备来。别讲我要笨傻了，你离得个2句回答不出么？你拿和尚烧个威虎山，该到松冈县昆山让不让我？啊是啦，可不到为遇上事情你肯定不晓得。别说你哪里生了500几个人晓得？小子，我还有一桩事要问问你。讲，咱们许夫人的姘头是谁？嘿，那么那话比这什么杨子勇对人都搞平的一个事体，谁不在来讲的？别个你要老于在现在夫妻拼对就难听的了，现在把你搞在叫新人在。许夫人的情人叫陈三炮，是吗？哦哟，厉害啊！你的这个晓得啊？再看起来个共产党是厉害，那个调查的清清爽爽，也是到哪里不办法门不了的。嘿，这个像女的，三爷，咱们许夫人您认识吗？认识。那好，你放我下山，我把许夫人请来，让她当面来认一认，到底谁真谁假，怎么样？好办法。后边打许夫人了，那脑袋上讲赢得个，只要弄许夫人请上来，当上一人自己的出办。老九啊，把许夫人请上山，你看如何？哎呀，谁比那不能请上谁？一弄到谁了，当然要弄出办。对了，三爷，他说要把许夫人带上山，那么我倒想问，你知道许夫人现在在哪儿吗？大锅盔早就到了沈阳了。哎呀，哥哥我倒不晓得啊。
你怎么知道他到了沈阳啦？是我亲自把他送上的火车，这个你不知道了吧？这，不是杨子勇送上火车吗？你自家弄不清楚。三爷，如此看来，他是明明心中有鬼，想蒙混下山通报共军呐。这一个老李手塞掉斗地主女的本来蛮好的事体，只要许夫人上来，事体就说这样。但是一个讲大锅盔，一个讲沈阳，到底那么大，自家不晓得呀。那么哪办呢？非要去顾里，我实干个苗头，还是我夹不出力度真高，我来嘎嘎里头个苗头去，到底啥人真，啥人假？沈阳只咕噜一走，过上这个老句相真的，啥情多定？中国人有句老话：真金不怕后来少，我知我要慌个相真我标。再少的李毛毛还相真的，你看人家有天大个愿望，三兄顿足，这个愿望里个呀，还我上讲不大车，还相真的。两个朋友才是真，不大可能，肯定集中于一个人是假，啥人是真，不晓得。嘿，那个真是为万红亭两红标中头飞，莫名其妙，真我标为非作。告表为党有老，中头飞秘密相聚，俏相为真大红标。两万高知道没好，老里头里做你的不用上，等一些抬出去一道杀。难为的首山都要向上一条杀，因为你想这个真目标要留下来啊，想法也是好，可以整容个报表。万一你是个共产党，不你莫清西路，我爱讲人家差价地皮光。想着蒋介石讲过一句闲话：宁可错杀一切，不愿放过一个。两个朋友等了了真假非要反，为之保持容身。好了，你们两小子不要争了，来啊，拉出去，把这俩小子一起干了！该个整个别去啊！杀他们今朝来不是比这来送西噻？你是来送西的？三爷，我是胡彪，我是真的胡彪啊！杨子勇到哈老浪劲，真要弄我推出去杀个哪弄法？倒不是我破戏，我也是组织上想交帮我的任务，是没办法完成。那么我现在到过来马上来安全来受删掉，这还不可以。因为受删掉的脾气我已经没收，让李门子那样硬过一个队。哟，三爷，想我胡彪上的山来投奔你三爷，就是为了你三爷干一番大事，没想到今天落到这样的下场，我真是死不瞑目，说到给他身体不折嘞。少对的两个小头飞毛毛，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动手？两小头飞头里做你的现在还杀啊？真假不分，杀特无大绝。所有的目光只好集中到手山掉一个人身上，老是拉动脑筋。现在如果是真假不分，拉出去真个杀，众人不服，我难道不办法啊？神要子咕噜一走，办法不理想出来。我有个是辰光，用不上去。我只要努力到两高头，关起来凭我给的经验虎皮神光，慢慢叫一个一个门，终归门得出真大个高。注定当里头，哎，我唔笨，到上手袋里。个后边一直在弄加速山的个苗头，可你想不想哎？我只过来，不晓得了动啥个脑筋。根本我哪办？我要采取行动啊！这一个相位一个办法，谁呀？他说他是真的胡彪，那咱们雪里长的那匹马，他可带来了没有？三爷，想当初那匹马我不是带上山来献给你三爷了吗？他说他是雪里长的司马副官，那么我倒要问他的马呢？他的马呢？你的马呢？我的马被我兄弟骑出去，我兄弟被共军打死了。哦，对了，三爷，他就是那共军，我那匹马就是被他抢走的。胡说八道！那么来着，的
起个战马手塞掉注意当定，个战马那是我山浪向，后边杨旭旅长个战马已经养至10几年，有感情，我只要叫个战马牵出来，还两高头当我叫个战马，哪个人叫得成功，马朝哪个方向跑，这个人谁是真的？对，好了，两小子不要争了，许旅长的这匹马就在我的山上。今天我把这匹马给牵出来，你们2个人给我叫，马朝哪个方向走，谁就是真的。你们看如何？哈哈，苏三爹到底了讲，哪拎得清？我刚刚想说个，还谁是这个办法？三爷，您高见，快把那匹马带上来吧。九爷，把这匹马给带出来，你看如何？那么样子用到真的了讲。因为毕竟这匹马到后边要10几年，虽然我现在大概匹马感情还没深，毕竟只有1个多号头，这匹马一旦打上来，最想那个可能要比我给大个多。非要当上龙车帮的那龙法，假使非要龙车帮我马上水枪拔出来，谁当上那种谁掉，再路看到为后听，闹一个天飞地覆。三爷，就按你三爷说的办。但是我想说，如果这一匹马带上来以后，不朝他那个方向走，他便怎么样？如果马不朝你方向走，你便怎么样？多听啊！这张马养子10几年的，肯定听我啊！三爷，那匹马如果他不过来，你把我砍了。好，可是你自己说的，那我要带马了。2位小子啊，擦擦汗吧，不要紧张。来啊，带马走！小头皮大营业上，到你向西打他。木斗听浪响，三爷，宝马一到。退下了。2位给我看着，这匹马就在你们的中间，你们2个人给我叫，谁先叫？三爷，我先叫。九爷，他要先叫，你看如何？到这些辰光，反而要显得笃定。我越是笃定，你都越是看不出办。三爷，既然他要叫，那就让他先叫。你自去讲好了，那你就先叫吧。谢三爷，那么这匹马来看啊，帮忙，小张的啊，过来嘛，我不媳妇过来嘛，我啊，今朝才看你啊，别给我吃了心里想着了有，说什么想不到我个的命压了在中山水里，我为发觉在中山越想越后悔，错人。你这主人胡标在此，滚！保姆听见声音说这个，对抬起来一看，这起你个是东家！哎呀，你哪会得今朝来一搭山浪向？喊我过去，要过去啊，不过去要吃上我去。所以保姆，我去过，打过去2步。过来这开心啊！到底分白羊，三爷他过来了，我是真的胡标。不晓得你活动一下，我一下当时真的要吃上我，倒退2步。那得了啊？怎么了？过来呀！过来！那么样子用中手定性，我来吧，宝马。你家主人在这儿，过来。东家那个米，你刚刚那个米个呀？对外过来一看，哦，新东家啊，还要喊我过去啊？保姆自家心里想明白，哪办？刚刚东家那个米，现在的米原来是2个东家，一个老东家，一个新东家。可浪头浪不来不去，不晓得哪张毛队不来不去，手拆掉了老东家去，拉拉看，咦，
对面蒙南不够气，莫可浪对不来不起。哦，因为这个两张面孔长得差不多，中山啊分不清啥子，中山分不清啥么，我哪分得清啥呢？后边还在弄口，可他头面莫刚刚没哈过来子两户人，介绍一抬下去，为得是来地方，动不不动，这头面毛头嘛不来不起，半多年问啊办，这都重要了该了，心里也急了，他妈的想干什么？快滚！我们一口铃子，再不过去东家真的要吃上我子，更难的，过去吧，注定你的。刚刚要想枸杞，哎呀，杨志勇想随便他们能不够枸杞？宝马过来，今朝这样呢，过来，等些到那去吃肯德基。豆面木听见肯德基骨头也不清出来的，怎么了？宝马现在人光明白了，两个东家谁想害我枸杞，我只好到一个人搭去。到我搭去，宝马想我要动动脑筋。一个新东家，一个老东家，说这个老东家妈妈，你当我10几年的工人子，但是这个10几年下来，那个玩意当我差不多，你还是像做中山。你平常只顾自家吃，不顾我吃，你只不我吃生活，不像搿么一个东家，我不我吃肯德基了是干来想。前2年天不好吃，是有苏德红，还抢一好吃着。上枪四山浪向打杀只老虎，据我莫名我的今朝才分忘记，根本的还注定一对。哼，那个新东家茫茫定心，我到哪打来？我打个老东家，拜拜。后头过去，我马上累死。那么发觉不，可怕跳容人气掉水，猛子的屁股上啪一击，他妈的昏了头了！快过来！那么的话比今朝这老中上不吃毛皮，你口得送你跑得快。追到杨子勇的门前去，在口浪队那里的兄弟的，杨子勇开心啊！宝马，你可真是一匹好马呀！你当我！哎呦，来老发吊子，你定心，你那闻不到天亮的。今朝么留下来肯德基麦当劳随便来给。我要吃披萨饼。不爱上海太郎都的是啊，马上打那去。三爷，你都看到了吧？我都看见。小子，你还有什么话可说？滚，拉起来，啪一推，把水一走。别让像三头皮动了，谁呀一招水，谁就要杀人了。大不容易想多出了一张白，三爷家伙来了。一口一波皮水，2米夸口，2刀血肉，后头一根一尾大，汽水一尾大郎大领老。别让像不拿金刚生气怕磨皮，三爷杀鸡何用牛刀，就请老九动手吧。九爷，看你的了。谢三爷的信任。打皮水这到水里面少袋子后边了老口，该嘎子那英语个和尚拉起个冰皮水，耳光一手，却把九爷，你又立了一大功劳，今天我要跟你好好的喝杯庆功酒。来，拿酒。是，九爷，干了这一碗庆功酒。谢三爷的酒。实际上，该我这就是杨子勇第一个庆功酒。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